有耕者。宋國有一個耕田嘅人，田中有豬，田裏面有一個樹樁，兔走捉之，一隻兔仔走咗過嚟，冚到個樹樁，折頸而死。兔仔折斷咗條頸，然後就死咗。因惜其女而守豬，因此佢抌低咗手裏面嘅農活，日日就守喺個樹樁隔離。祈福得兔，希望繼續覺得第三、第四、第五隻兔仔。兔不可復得，就算等咗好耐，但係仲係未揾到第二隻兔仔。而生為宋國笑，因此淪為咗宋國人嘅笑柄。喺棺材入面，喂，我喺邊度啊？喂，導演啊，你做咩把我裝喺個棺材裏面啊？我暈咗啊，唔係死咗啊？做咩啫？我而家出唔到嚟啊！快啲放我出去！